后来继续来看台湾中游用实际行动支持体育运动，结合着国内外好卡来成立着台湾中游的卡球队，而且聘请着国家级的教练要来训练。今仔日卡球队成立大会，现场是热烈滚滚。 啦啦队表演和现场充满着闹热甲斗志的气氛。国内热爱卡球人数超过200人，见证台湾卡球的生力军。中游卡球队将为高雄出发，成为国内一级的联赛开始磨练，迈向甲级联赛，期待未来为国争光。那么我们希望呢，在明年能够把这个成绩冲上来，能够进入甲组，同时呢，在国际间呢也能够参与到，譬如说亚足联这个俱乐部的一些赛事。 中游捌伫民国59年成立卡球队，80年得到全国社男一组联赛冠军。不过伫88年因为球员分散，无去对外比赛，即马队员对未来有真悬的期待。期待，希望我们明年可以顺利打进7甲，然后可以参加我们球队主要的目的，因为我们想要让世界看到。 中游卡球队成员有国内企业甲级球队的高手，另外有5位。 分别来自西班牙、法国、甘比亚、智利、摩洛哥等国家的选手，中游有信心，整军重新出发，踏向全世界。